Hello，大家好。今次我哋去呢個係深圳鐵路博物館啊。咁啱啱過咗嗰條天橋之後呢，直落之後靠左繼續向前行呢，咁就會到呢個深圳鐵路博物館嘅啦。咁佢個交通方法呢，就係搭地鐵3號線草埔站落車，D3出口，就大概行5分鐘左右就會到噶啦。咁就講講呢個鐵路博物館嘅歷史啦。咁喺上世紀60年代就主要對香港供應蔬菜同埋肉類。咁編號751、753同埋755啦，3趟快車，每日開3趟嘅啫，經羅湖抵達香港。咁而清水河工業站呢，就係作為3趟快車喺國內最後一個中轉站嘅深圳工業站，就喺1986年開通營運嘅。咁貨運啦，咁經抵本站之後呢，就會再將貨物去到中轉去到其他嘅倉庫啦。咁隨住日後嘅交通網絡都比較完善啦，咁供港物資嘅出口呢，就開始改用其他嘅方法。咁呢個站呢，就去到2010年就開始停用咗㗎啦。咁我哋啱啱經過咁多嘅綠皮火車啦，咁基本上佢哋入面嘅內籠啊，大部分都係拆晒㗎啦，咁係變做咗一啲食肆啊，又或者咖啡廳啊等等，咁有啲係變咗打卡點添，咁而家有啲都仲喺度招緊租嘅。而呢一部橙橙地嘅車卡就係我哋細個90年代或者千禧年啦，咁搭去其他城市，例如廣州啊、東莞嗰啲車卡嚟嘅，咁仲要係雙層。咁而家喺國內基本上都少咗好多呢啲雙層嘅車卡嘅營運，都係一啲回憶嚟嘅。
如果大家中意呢條片就俾個 like 或者訂閱啦，拜拜。